今日上帝的话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耶稣行路时，看见一个出世就痴迷的人，伊的门徒问伊：辣比，这个人出世就痴迷，是甚物人犯罪？是伊，也是伊的父母呢？耶稣回答：毋是伊犯罪，也毋是伊的父母犯罪。是要伫伊的身躯顶显现上帝的作为。着趁日时，咱必须做迄个找我来的工。暗暝若到，就无人会当做工咯。我伫个世上的时阵是世界的光。讲了这个话，伊就配一个喙烂伫地里，用喙烂甲土搅做伙，甲土抹伫个痴迷的目睭顶，对伊讲。你去西罗亚池洗一下。西罗亚的意思就是风车垦的意思。就安尼，伊就去。洗了后，要行的时就看见了。以上，今日蔡牧师要带来上帝的信息是听的关怀者，请恭敬来领受。今日是总会所定教会甲社会的关怀主日。所以，咱要先跳开爱的真谛的系列，来想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听的关怀者。咱要透过所读的经文来思考教会伫社会中间的责任。咱看见到今仔的经文是记载耶稣所行一个伟大的信念。咱要对这个信念中间去思考，安怎伫这个无完全的人生中间，活出上帝互咱的听甲怜悯。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引带看顾阮来到圣殿，互阮有机会来亲近你。主，阮透过诗歌学了你，透过读圣经，透过传讲信息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也恳求主，你互阮伫领受你的话过程中间，无任何阻碍，也修饰阮教业的气力甲信心，丰富的听心，互阮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应用你。阮只是要领受你的话，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的题目是听的关怀者，咱要对所读的经文来思考。今仔所读的这个经文，也是一个耶稣所行的信念。这个领受信念的对象，是一个出世的失明的人。伊应该是相当出名的人，因为门徒看到伊，拢捌伊，而且知影讲伊是出世就失明的。当因看到伊的时阵，因想讲拄好一个机会来啊，因为因心中有对一个神学的问题有一寡犹豫所以因就问，趁这个机会问耶稣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因一直无了解，就是犹太人习惯将一个人的受苦甲伊的犯罪连做伙，当作是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一个人会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伊犯罪，这个人出世的失明。安尼到底是伊家己犯罪，也是伊的老母犯罪？所以因就问耶稣这个问题：这个人生来的失明，到底是什么人犯罪呢？是这个人，或者是伊的父母？但是耶稣却答应回答讲：毋是这个人犯罪，也毋是伊的父母犯罪，是要伫伊的身躯顶显出上帝作为来。所以耶稣就用当时的人会当接受的方式。就配喙烂伫涂骹，用喙烂甲即个土来搅做伙，然后抹伫即个痴迷人的目睭顶面，然后对伊讲：你往一个池仔，即个池仔叫做西罗亚，去遐洗。即个人就去这西罗亚池来洗一下。伊竟然发现讲，伊的目睭会当看见，所以耶稣伫伊的身躯顶完成即个信念。咱今日要对这个信念来思考，真重要的一个
信息。第一个，咱来看吼，这个文图看见着这个生来的失明的人，因心中有一个问题，因就问耶稣，到底是啥物人犯罪？因首先讲是这个人家己犯罪，咱就感觉奇怪，一个人还未出世就会犯罪吗？其实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吼，因认为讲人伫出世之前就会犯罪，因认为讲灵魂伫人出世之前就有，有迄个好的灵魂，有迄个歹的灵魂，所以因就安尼解说，讲有的人出世之前就会犯罪。其实咱看见着诗篇51篇，大卫咧承认伊的罪的时阵，伊讲安尼，讲我是一个罪人嘛，我是伫罪孽内底出世的，我伫我老母怀胎的时阵，我就有罪。所以伫传统中间有这个观念，就还未出世之前，都有可能会犯罪。第二个是因为父母，还是讲因祖先所犯的罪。其实咱知影伫旧约中间有即款的观念，就是祖先所犯的罪会去连累着后一代。比如讲，咱若看出埃及记，就看见着上帝话安尼讲，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折赦的上帝，怨恨我的，我的确对讨伊的罪，对爸到囝直到3、4代。咱伫诗篇109篇14节，咱嘛看见着，讲愿意祖先的罪被耶和华纪念，愿意母亲的罪过无被除消。还有咱看见着以赛亚第65章第69、第7节讲，恁的罪孽甲恁列祖的罪孽一同报应伫后代身上。所以咱就知影讲，犹太人有即个传统的观念，祖先所犯的罪会去连累着后一代。这叫做有因果循环呐，讲有可能会造成即款的情形。其实咱台湾人嘛有即款的情形，咱台湾人嘛有即款的观念。比如讲有一个人突然间拄着一个意外受伤，还是突然间拄着什么款的灾难，咱讲这祖先歹积德对无？所以咱会拄着即款的情形。这其实这观念拢伫咱的人的心上，甚至有一寡错误的观念，讲有前世今生的观念，讲前世做啥物款的罪孽，所以今生才会拄着啥物款的结果。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犹太人有即款的观念，所以文图看见着这出世就痴迷的人，伊马上就问耶稣，讲到底是啥物人犯罪？其实咱也知影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真残酷的提问因为咱看见着文图咧提问这个问题时，其实心中无疼，因只是想要知影这个答案。因竟然将一个人的受苦提出来做一个神学的探讨，而且可是伫这个人面头前来探讨这个问题。你看我尔残酷，造成这款的原因，就是因为因将家己的需要放伫别人的头前嘛。因为这个疑问，想要得到答案，因这个较无要得到答案的这动机，将伊的人性甲上帝予伊良知掠砍，所以因竟然伫这个人的面头前去问这个残酷的问题。结果耶稣安怎？咱来看耶稣安怎处理。圣经中间耶稣答应回答讲，其实答案是啥？答案就是恁爱怜悯。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耶稣无打算要解说犯罪甲受苦的关系，因为讨论受苦，对受苦的人一点仔帮助嘛无。咱去讨论受苦的原因，对伊一点仔帮助嘛无嘛。咱常常有时阵，咱去探访受苦的人的时阵，咱有时爱注意咱讲话的内容，因为其实因无想要知影因受苦的原因啊。我捌拄着讲，我捌有一遍去陪一个伊先生因为破病要去开刀的一个太太我甲无顺娘做伙去陪因先生伫这手术房内底咧手术，结有一个亲戚来看因，
当然撒勒米来吼，要来安慰，但是伊来讲吼，你敢毋知恁先生为什么破病？就是你平时拢无好好来照顾，互伊不是互伊去外面食物件，食迄个无好的物件，食到即么身体歹歹吼，一直咧探讨因先生破病的原因，其实无法度互人安慰啊，反倒当互人感觉愈自责、愈烦恼、愈艰苦。其实，咱看见耶稣安怎回答，讲伊的失明，甲伊家己或是伊爸母的罪，拢无关系，是要伫伊的心上去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真清楚知影，即个时去讨论讲，伊为什么会受苦，对伊一点仔帮助嘛无嘛。受苦的人需要是安慰甲解决痛苦的方法嘛。所以耶稣嘛知影。伊面对的即群温度，这是将来伊要切遣因去传福音的，毋是一直伫遐咧研究神学上受苦的问题，反倒当爱做另外一个操练，就是爱去怜悯遐个受苦的人，因为要将福音传出去，毋是一两解说讲世间为什么有苦难，是爱甲遮个受苦的人当受苦，去怜悯遮个受苦的人。咱才会当将上帝听传出去嘛，所以耶稣真清楚，即群温度需要另外一个操练，就是去怜悯这个受苦的人。耶稣讲是要伫这个受苦的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因为耶稣真清楚，人的受苦、忧伤、痛苦、失望，常常是显明上帝恩典一个真好的机会，但是。只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需要人来怜悯。咱透过去怜悯这受苦的人，参与伫个受苦、忧伤、痛苦甲失望中间，咱会当将上帝恩典传播互伊，互伊领受上帝恩典。所以耶稣对因讲，是要伫伊身躯顶彰显上帝的恩典甲作为。这故事互咱三个真重要对怜悯的提醒，所以牧师下面要甲分享3点真重要的信息，请大家爱领受。最后一点，第4点，咱是要讲，咱做这的怜悯的行动了，会产生什么款的效果？第一项，咱要讲做一个听的关怀者，爱学习一点，这牧师常常讲。就是伫别人的苦难顶面看见家己的责任。耶稣讲，伊的失明甲伊家己甲伊的爸母的罪无关系，但是甲什么人有关系？甲咱有关系啊！这人的受苦，甲伊爸母甲伊家己的罪拢无关系，但是甲咱本身去看到这个受苦的人有关系啦。当一个人有怜悯的心。看去别人的苦难，伊就感觉讲这个人的受苦，甲家己有足大的关系，因为伊开始对这个人的苦难有责任。人讲领无的人拄好倒病，别人的囡仔死袂了，别人的代志，这别人厝内的代志，别人的苦难甲咱一点仔关系嘛无。那安尼就无法度去成全上帝恩典，较去经历这款的信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甲咱讲。伫别人的苦难中间，咱来看出家己的责任，这就是听。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宣教师，叫做马喜乐的生命故事。伊伫台湾中部的所在服侍，接近50冬，90外岁，甲伫台湾过身去。伊是1914年出世伫美国。伊生长伫一个真幸福的家庭，爸母拢真疼伊，伊是厝内底唯一的查某囡仔，伊23岁就结婚，但是伊的先生却伫伊37岁时就过身，所以伊37岁开始酒馆，后来伊的爸爸妈妈拢过往，所以伊就开始伫教会中间担任干事的职务。一直到1958年，伊44岁的时阵，有一天暗时，有一个对台湾去
牧师兼医师，就是贾伟牧师，去伊所服侍迄间教会主持祈祷会。因为贾伟牧师迄个时阵去美国受训，主要做一寡外科技术的受训，而且去研究安怎去照顾肺结核的患者的技术。伫遐研修几冬了后，要回来台湾进前，来到因的教会主持一个祈祷会。伫祈祷会中间，伊呼吁大家爱替台湾祈祷。咱在1958年的台湾，迄个是真医学技术真卫生环境无真好，医学技术嘛无真好的时阵，伊讲伊打算回来台湾，要起造一个肺结核的疗养院，伫埔里的所在。因为台湾有真侪即款的病人，伊来美国主要是要了解安怎去处理即个问题，而且等于甲台湾中间起做这疗养院来服侍一寡送乡的人，互因会当得到免费的医疗。所以就呼吁大家爱替台湾祈祷，像毋茫讲大家替台湾来奉献。迄个时阵马喜乐女士伊心中真感动，所以伊当场就献325块美金。然后伊持续毋茫讲贾伟牧师会当甲伊联络，来看伊会当做啥物款的参务。贾伟牧师回来台湾了后，佮持续甲即间教会咧联络。因为伫教会做干事，所以拢知影台湾咧进行遮的服侍工作的情形，心中都有一个感动。但是伊内底有一个心内有一个挣扎，就是伊到底是要来台湾做服侍，或者是讲将来台湾的旅费奉献互台湾来去遮疗养院会使。所以就去请教一寡牧师，伊问2个牧师所得到的答案拢相共，讲你去台湾看因实际上的情形，所以就坐飞行机迄阵讲搬过来站的飞行机，经过真久的时间才到台湾。伊来到台湾，开始伫埔里的所在看贾伟牧师因的工作的情形。伫遐伊深深受到感动，伊感觉上帝咧呼召伊，所以伊就等于美国了，变卖伊所有的财产，然后带着教会所奉献的一寡物资，伊来到台湾，就开始对贾伟牧师的医疗团队做伙服侍，伫中部甲埔里的山地的遮庄社伫遐服侍。有一遍伊到梨林的所在，就是咱伫西部的海边仔的所在，伊看见着迄路人的情形互伊感觉心中真凄惨真悲白。伊看到真侪囡仔，因为迄阵咱台湾迄个小儿麻痹大流行的时阵，真侪囡仔拢伫涂骹白伊知影这囡仔有的家庭有生即款的囡仔拢感觉讲真见笑，感觉讲。因为当时的人迷信，所以认为讲这是祖先歹积德，才会生即款的囡仔。有的囡仔拢藏伫厝里，毋敢互伊出来，讲会惊去传染着别人。看到即群囡仔伊心中就开始起了怜悯的心，伊就感觉讲，这人咧受苦，甲亲像家己有责任安尼相款，所以伊就开始讲招一寡人开始来服侍这的囡仔。后来就真侪人协助伊就成立今仔日的喜乐保育院。一开始大家爸母说好讲，互伊来照顾。伊咧照顾伊，毋是干那照顾因的身体，互因成长尔。伊帮助这得到小儿麻痹的人，会当用家己手所做的工来服侍家己。所以就是伫伊的帮助内面训练真侪这的囡仔。互因会家己当自立，甚至大汉了会甲咱服务真侪人。后来咱台湾即款的病症较少，因继续去照顾遐个真重度甲极重度的智障的成人、老人甲失智的这老人，因来收留照顾伊。所以我过去伫台南富强教会服侍的时阵，我每一冬拢会组织这青少年做伙去喜乐保育院，去遐一礼拜的时间去遐服侍，或者少年人学习安怎去服侍别人，学习即个马喜乐女士伊迄个款服侍的态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着一个酒馆的妇人人，因为上帝呼召，
甘愿为着别人的需要放弃一切，上帝就使用伊，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所以，咱也愿意互上帝使用，看见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欠缺，咱感觉讲对这个代志有责任，咱甲伊有关系。上帝使用咱，会当成做真侪人的祝福。咱看见伊伫喜乐保育院所做的这工作，影响真大。今日应该是国小的课本内底，嘛有咧写伊的故事，值得咱学习甲纪念。第二项咱爱学习的，就是咱第二项提醒，就是上帝要借着咱，为着这个苦难的人带来愿望。当咱发觉讲咱甲伊有关系，咱有责任的时阵，上帝爱咱有行动去帮助因为苦难者带来愿望。伫苦难中间的人，咱爱愿因显明上帝荣耀。圣经记载，后来耶稣伫即个人身躯顶行一个新掠，互即个失明的人会当看见。耶稣用伊的能力来显明上帝荣耀。这互咱一个真大的启示，就是咱若去帮助受苦、受难、悲伤、痛苦、忧闷中间的人，上帝就要借着咱，将对上帝来的帮助带互遐需要的人。咱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用实际行动去帮助这受苦的人中间，就是显明上帝的荣耀。伫圣经中间，咱看见耶稣捌讲一个故事。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咱拢真熟嘛，咱基督徒拢真熟。伊咧讲信仰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讲信仰毋是一种知识顶面的了解，真正的信仰是爱将圣经中间的教训来实践出来。因为咱看见着伫好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中间有3个人拄着迄个受苦的人嘛。这3个人中间，祭司甲利未人，因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对圣经的知识有真丰富嘛。因拢嘛知影圣经中间爱教示人讲爱疼厝边亲像家己嘛。但是因伫实践顶面非常欠缺。咱看见这个故事的落尾，耶稣讲这个故事了后，伊问伊问题的经学教师，讲照你的看法，这3个人中间，倒一个是遭遇强盗迄个人的厝边？这个经学教师讲，用仁慈款待伊的人，耶稣马上来讲，安尼你去照这款去做，照样去做。这表示讲，经学教师伊嘛知影爱疼厝边亲像家己的教训嘛，但是却行袂出来，所以耶稣爱伊去照安尼去做。所以真的疼是需要付出行动，才算做是完整。咱了解疼是一回事。将伊实践出来，佫是另外一回事。无行动的疼，毋是真的疼。牧师最近拢咧讲，迄个《爱的真谛》系列嘛，听起来真简单嘛，叫大家莫生气。但是咱拢真爱生气对无？所以顶礼拜大家爱牧师祈祷的，拢做侪人举手了，因为大家拢真爱生气。咱听是一回事，了解是一回事。来做出来，佫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伫动力中间去落实咱的行动，咱爱真清楚，咱会当安尼做，做出来会当荣光上帝。可能有一寡人感觉讲，我无亲像耶稣遐有大能力，伊会当互迄个失明的人看见。但是咱检查咱无法度互青面的人会当得到福明。但是咱让诚做失明的人的引带嘛，诚做因的同伴为因带路嘛。咱检查无法度互摆卡的人会当复原，但是咱让诚做伊的扶持嘛。咱可能无法度互迄个真正悲伤的人解决伊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但是咱陪伴伊一步一步帮助伊行出这个悲伤嘛。因为咱彼此的三角帮助，互这个无完美的世界。会当更较美好，减轻这个无完美世界一点点苦难。过去咱上人教会就是安尼咧做，咱有看见失明的人会无方便，所以咱有组织开始对一寡人开始慢慢一直到成立这个
视障关怀中心来帮助这目睭无方便的人。咱嘛有看见老人的需要，咱有设立安养中心，咱甚至看见一寡较送养家己徛起的老人，咱嘛会替因送饭服务。咱可能无法度完全解决因的困难，但是咱尽咱的力去做，就会对因带来一寡影响。第三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而且耶稣讲，你是咱需要做找我来迄位的工作，黑暗一到，都无人会当工作。这对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咱每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咱必须要做的代志，拢爱伫这有限的时间内底完成。上帝互人伫日时工作，暗时爱休困。日时结束了，工作就停止。咱知影耶稣开始爱面对迄个十字架顶的黑暗，所以伊知影伊爱赶紧做一寡伊应该做的代志。咱每一个人的情形嘛是安尼，上帝互咱的时间嘛是有限的，咱毋通将迄个应当做的代志，咱想讲我以后较做，以后咱可能永远无机会通做。咱思考看咱人生中间有偌济遗憾。咱过去可能人帮咱一点叫咱失去迄个机会，后来就拢无机会啊。咱过去可能对人讲一句祝福的话，因为迄个时阵无讲，后来就袂复讲啊。咱人生中间有即款的遗憾嘛？这是上界遗憾，就是讲咱应该做的代志，咱无去做，发现要做的时阵，已经无时间通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充分利用时间来服侍上帝甲人群，毋通讲我即马要做，我听后一下较做，有时咱就无即个机会。咱要尽力去做，这其实是值得咱警醒来学习的。最后一项就是，如果咱尽力去做，确实上帝用咱手所做的工，互伊得到荣耀，互真侪人得到福气。咱看见着经文中间耶稣讲，这失明的甲伊家己，就是伊爸母的罪拢无关系，是要伫伊的身躯顶彰显上帝作为。所以耶稣是这行动了，这人因经历上帝的心力，互上帝得到荣耀，互这人领受主大的福气。咱今仔日有邀请西罗亚合唱团诗班来吟诗俄罗上帝。我想上帝使用这个诗班，成做真好的见证，甲真侪人的祝福。伊毋是简单伫圣殿内底吟诗俄罗上帝，伊也常常利用时间去甲家乐，去甲需要的人面前去俄罗上帝的美好。所以因是一个西罗亚，就是奉差遣的，上帝差遣因，使用因的文书来荣光伊的名。所以我相信，当咱尽力了，上帝就使用咱的付出来祝福人。如果咱也愿意伫关怀弱势的顶面尽力，相信咱会伫参与中间去体验上帝的大权能，也透过咱的付出减少这世间的苦难，也互上帝得到荣耀。咱台湾这几冬来，每一冬拢会拄着真济，这人为也是天然的灾害。像咱知影。昨就经历风台嘛，泥沙来，带这大量的泥沙，后壁佫有一尾海棠，这尾海棠毋知要造成啥物款的损害，所以咱台北可能比较好运，这回损害无遐尼大，但是咱知影中南部可能即马伫大风大雨中间，当咱看到即款。真侪人咧受苦的灾难，希望上帝互咱有怜悯的心，透过咱实际行动来参与伫这个复原的时间，互人因为安尼去明白上帝的疼，这是咱应该爱负的责任。咱同心来祈祷。这个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领受上帝的信息，咱真实明白。
咱爱伫别人诶受苦诶中间，看见家己诶责任。如果你若领受即款诶信息，你心中有感动，你愿意尽你诶气力付出来，请你会当举手，牧师来替你祝福，感谢主。好，咱同心来祈祷。是阮诶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弟弟，互阮有敏感诶心，互阮有怜悯诶心。当阮看见别人咧受苦诶时，阮知影这甲阮有关系，阮有责任。也恳求主，你互阮有智慧，会当思考安怎用行动去帮助因。也恳求主，你互阮尽阮诶气力，包含阮有限诶时间来服侍你，透过阮手所做诶工来荣光你，来祝福人。阮特别奉耶稣基督诶名祝福伫你面前举起手，这兄弟姊妹。主，你着成全因的愿望，使用因来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我也恳求主你使用双联教会，互阮成做一个世间的光甲盐，来祝福这个岛屿，祝福阮的社会，祝福阮的国家。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